另外是阮嘅欢收看9月22号中间台南电影新闻。一般咱祝福长辈时代拢会讲食饱哩，毋过你敢知影台南人平均岁数80.55是比全国平均较低？加上2022年健康城市调查，台南嘛是6都排尾仔第2，所以议员陈义丁强烈督促市府找出原因来改善。议员陈义丁表示，台南65岁以上占整体人口比例是17.39%，显示高龄化比例6都第3，而且全国平均岁数是80.86，不过台南市却是80.55，比全国较低。议员烦恼咱高龄化，而且岁数逐当下降，到底是看啥医疗环境，也是什么原因？6都里面台南只有赢高雄，我们是80.55岁哦。那其实全国是80.86，我们的这个平均余命其实是低于全国平均哦。我想这几年都是这样哦。那其实我看到更稍早以前的资料，像104年，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有高于这个全国平均哦。但这几年一直下降的情况之下，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哦？而且我们是老龄化的人口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一路攀升到80.5，到现在都没有下降的趋势哈。我想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稳定，还有本市床位充分的利用。那我想这几年我们在加强老人家的六癌筛检，还有 B 细肝的筛检，再加上我们65岁以上咀嚼吞咽困难障碍的评估，还有我们加强紧急医疗系统，包含外伤、心肌梗塞、中风这些。我想这是我们台南市能够平均余命一路往上走。我想一开始这就低于嘛，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往上走，我想很快就会黄金交叉了。虽然市府跨局处做真济努力，让平均岁数一步一步提升，不过针对2022年健康城市的调查，咱台南整体指标是6都排尾仔第2，以往嘛进一步督促拢是努力目标。健康城市大调查，我们有许多指标是需要再精进的，但唯独就是发这个所谓的发钱的这个部分就值得我们在思考。我们可以发更多钱，可是又要做更多的这个健康的指标的事情，这里感觉怪怪的。所以说我们会如同议员你所说，在这2个中间做一个权衡。如何让长辈食饱哩？议员嘛针对社区长期照顾据点的设立，包括大河、中楼、信安还是青草等里社区，不管是已经动土还是核定，也需要增加预算，拢要求市府加速施行。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为了帮助脑性麻痹等弱势学生，台南市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会10月1号到2号2天，将在文创园区举办怀古市集，除了鼓舞大家到场，支持囡仔所有的明信片甲手工艺品。会中嘛要举办幸福时光机，让因感受到社会满满的祝福。为了宣传由台南市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会所主办的怀古市集，第2湾创全合照，包括环宇国际文教基金会、现代企业管理协进会等单位拢踊跃响应。会中大家用寄明信片的方式，就是要将弱势学生家己所有的明信片，伫明年10月1号，主办单位搁再寄行互因，看见一当前的家己，回忆社会满满的祝福。嘛，欢迎市民共同来支持幸福时光机的计划。这次也是跟我们那个很多的公益团体啊，包括我们那个长照关怀协会啦，还有那个环宇基金会，还有我们的脑麻，我们非常多的还有一群年轻人大家一起希望那个把这个以前大家的印象记忆都找回来那也是代表这个城市成长的过程。那也特别是针对孩子们我们有一个时光的一个计划活动。让未来还可以收到自己的明信片就是等于是一起跟孩子们成长陪同孩子弱势的孩子们那度过这个礼拜6、礼拜天连续2天那也非常的丰富有很多怀旧的内容啦、市集啦，都邀请所有的市民乡亲一起来跟我们还陪孩子一起，然后也可以呢这个特别对这些怀旧的印象把它这个记忆再找回来
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除了有趣味的市集大会，2天嘛将有100台重型机车甲车队的参与相当壮观。透过精彩活动，鼓舞弱势学生找到自信。我们小确幸怀旧市集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是帮助我们这些可能资源比较不足的团体朋友、小朋友们。那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帮助他们可以找到自信，然后呢，陪伴他们去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那这个特质有可能就是他日后生存，或者是可以照顾自己的一个条件或者是方式。其实就是一个突发奇想，因为支持我们的那个蔡旺全议员，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想要办这样一个怀旧大市集。那我就想说，那因为我自己在骑重机，那我有很多的重机车友，那我想说，如果把这个怀旧跟重机好像很不搭的东西，然后把它搭在一起这样子，然后用一种很好玩的游戏来创造这样的一个议题。该活动10月1号、2号，就伫北门路台南文化创意园区来登场，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公益。台南新闻阮及林英光采访报道。文贤高中的图书资讯利用教育已经是因校定的课程，内容包括图书馆的利用、阅读的素养、甲资讯素养等3大主题。伫学校为了验收学生的学习成果，特别举办闯关游戏，让学生学到更较侪相关知识。文贤高中的学生自治伫活动中心进行闯关游戏，这是学校为着要验收学生对图书资讯教育课程的利用所举办的闯关活动。由2年级的学生担任关主，设计30个关卡，透过分组合作，培养学生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有关于食物啦就有我们的在地的食材啦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我们台南市可能有一些很特色的产物啊例如我们的虱目鱼啊，或者是我们的咖啡啊了解一下我们在地的各个乡镇的一些特色的食材。闯关设计课程为期2个月，学生要将册本内容吸收了后，运用新制度、流程图等方式来制作主题海报，将知识变成闯关题目，佮加入家己制作的道具，提升趣味性。那我们结合食欲，是因为现在每个孩子他们虽然吃得好，但是未必吃得正确，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图书资讯利用教育的课程，引导孩子他们会学会查资料、整理资料。然后我们就利用图书资讯利用教育课程的时间，让他们把课堂上查到的资讯，例如像在地美食有文旦，或者是肉类有鸡肉、有鸡蛋，他们查到的资讯可以整理成一张视觉化的图表，然后再把他们找到的知识呢转化成关卡设计，让学弟妹来闯关。就是蛋有很多特色，然后我们画成一张海报，然后关卡设计我们就是利用蛋是圆形的，所以我们把它想成一颗球。然后利用球会滚动，然后做纸板做成一些，就是类似它有洞，然后从上面做迷宫，然后让它滚下来这样。要做这样的关卡，是因为我们想到文旦这个东西，它可以分支成不同的问题，像是它的产区以及它的种类都可以设计成问题。我们再依照这些问题，然后来搭配我们的选项，然后我们利用竹枪去做一个射击选项，然后让他们可以选择答案。很有趣，他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他每一关都有可以学的东西。现场的学生一个算甲真欢喜，活动结束了后，还有奖品会当兑换。学校嘛希望借着这款的方式，让学生学习到更较侪无同款的知识。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由经济日报所举办的台南机械展，将伫22号到26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登场，有超过200间国内外厂商展出450个上新、上界先进的机械设备。这嘛是今年下半年台南上大规模的自动化机械展。经济日报以40活动专业办展经验，9月22号到9月2日。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2022台南机械展，展出包含先进工具机、产业机械、智慧机械、5金零组件等各种上新上先进产品。而这场展览也是经济日报伫台南暌违11档后的首次大型展览。台南是
台湾南部的机械产业重镇。过去11年来，因为台南连没有正式的展览馆，连临时的展览馆都没有，所以经济日报在台南曾经耕耘40年的机械设备展，在台南中断了11年，终于在我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台南有了新的展览馆。所以我们在展览馆开馆的第1年，特别选在台南举办经济日报台南机械展。这次展览汇聚了全台北中南各地总共200家厂商，大约500个参展的摊位，规模非常的大，也是今年下半年南部最重要的机械设备展。开展第1天，市长委特也特别来到现场参观，并有祝展览顺利。谢谢我们经济日报能够来到我们台南来举办台南机械展。过去都在中部举办精密机械展，但是在台南的机械展，一方面可以让许多台南业者被看见，一方面也让许多其他县市的业者能够来台南看台南这个非常好的投资，还有设厂，还有生产，还有进入市场的一个机会。那非常谢谢。我相信在这几天的展出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实力，那也可以看到台南的潜力。那也希望说在这个展里面，台南机械展中间，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最好的一个媒合，让许多市民朋友可以多来台南机械展看一看我们台湾的一个工业的发展。2022台南机械展，今年参展的机械大厂有漳和、力进、洽群、汉捷等200多间国内外厂商，展出各种上新上先进的机具设备。主办单位欢迎民众换进免费入场看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经济信息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下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个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
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秋天一到，嘛是食即卖季节，过去即卖料理有炊、红烧的，嘛有煮糜，迄个是米糕，各种的料理拢有人爱。但咱有业者呢，为了互民众食着即卖甲良好的原味，将每一工现掠的规只落去烘，保留上青的海味，嘛互食过人客拢讲气味真正有够赞。美食报备啊！烤炉上一只只红鲟还有龙虾，经过加温慢烤后，整只变得红彤彤，开始滴出螃蟹的鲜甜肉汁。隔着画面，仿佛都能闻到香气，令人食指大动。炭烤的不一样的是有一种它的那种香味，比较原汁原味的甘甜。那这个是蛮特别的一种木炭的香味。秋天正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这间位于台南后火车站前锋路上的府城烧烤家，老板蔡玉玲每天凌晨3、4点都会到鱼市挑选当天现抓的鱼货，为的就是要让消费者品尝到最鲜美的炭烤海鲜滋味。秋冬的时候，9月份就很适合吃螃蟹，然后因为螃蟹大部分其实在台南或是在台湾各地大家都是用清蒸的，或是用炒的，或是像台湾比较有名就是说红鲟米糕。可是呢，我们烧烤就是全部用烤的，而且我们是整只就去用烤的。然后我们的红鲟呢，就是选有卵的。从早上大概凌晨3、4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挑最新鲜，然后整个有卵的，然后来下来去做烧烤。所以我们整个都是活体的。一般的螃蟹去烤的时候，其实它会是比较香，因为大部分其实红鲟跟螃蟹海鲜都是比较甜，可是如果你因为那个螃蟹跟龙虾是甲壳类，所以它烤过之后又会特别的香，对，所以它其实多一个香气，然后那个甜度也会保留住，因为它是整只下去烤的，我们并没有剁开，我们是整只去烤，所以它香气跟甜度都会存在那个螃蟹或是那个虾肉、蟹肉里面这样子。目前时令进入秋季，螃蟹也陆续收成。府城烧烤家这种整只去烤的霸气料理方式，除了特别以外，更是希望消费者能品尝到螃蟹真正的原味。当然，除了当季的螃蟹与龙虾，店内还有安平新鲜的鹅啊，以及其他的海鲜料理。也因为食材都是当天新鲜现抓，所以滋味特别的鲜美，也难怪整间店满满都是想尝鲜的人潮。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淡市有一个金小工艺品牌，跳脱传统，将冷冰冰的板金打造成兼顾流行加美学的工艺作品，并且伊嘛得到真侪国际大奖的肯定，甚至创立了概念店，用新的会员制度来服务人客。伫台南市有一个特别金属工艺品牌，因为传统的板金产业起家。经过2代总经理林伟迪的创新，借着设计美学，重新诠释金属的线条甲柔美，其中以月盘上有代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月盘，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做的商品。那它本身就是月亮照在湖水上面的一个意象，所以你会看到
冷硬的金属，却看到非常柔软的一个痕迹。那其实我们希望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他是需要有珠宝的一个装饰，那家是不是也要有一个金属的一个珠宝，类似像珠宝一样的装饰呢？所以我们就是把金属呢，把它幻化成我们的所有的家居家饰用品。所以我们有设计了花器，还有像类似冰球。还有我们的像赖副总统带去洪都拉斯的金属玫瑰花，还有我们的峡谷，还有我们的那个金牛，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包含像我后面看到的这些月盘，也得到米其林餐厅主厨的一个使用。看这样子，你才能进到这个像哈利波特一样的房间。林伟缇嘛创下一间特色的品牌概念店，装潢采用古典的欧式概念，打造充满文艺的复古沙龙空间。这一家店呢，小小的，它20几坪，可是我们耗资千万去把它装点得非常的隐秘而且奢华。我们2楼包厢呢，都是用比较高规格的方式去呈现。我们就是用19世纪法国的一个欧式风格，上面有非常多的古董，都是我们到全世界各地所挑选。那第一间呢，它是一个体验教室，我们可能会聘请像插花老师或者是私厨来教大家怎么样插花，或者是调香，或者是烹调东西，或者是做甜点。那另外2间呢，它是一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包厢，那甚至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要按密码才能进去的一个小空间。那其实我们的客群呢，大部分都是1、2代的企业主，大家来到这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享受。所以其实我们的会员呢，其实本身也非常喜欢不同的艺术品味包含像刀剑啦、品酒啦，或者是插花。那我们的所有的商品呢，就会在这一家店里面，给我们的会员有非常多不同的体验服务。林伟缇的品牌嘛进驻5星级饭店，成为代表时尚生活的高级精品，跳脱绑金既有的印象，成功将绑金适合技术领域，并受到邀请前往日本、杜拜、法国等国家展览，让更较侪人看到金属品牌全新的样貌。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2021年，台南奖获奖的艺术家徐君宇，用以生活周边的人事物作为概念，透过暗线来做复杂的立体创作，让人无限的想象空间，透过镜头做回来欣赏。看到一个古锥的小人，这是2021年台南奖得奖的艺术家徐君宇的作品，以天线、东线为材料，创作灵感来自日常生活。以周边的人物为主，以线条打造人物写实的表情。可能线条对我来说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所以我就是使用金属线。灵感主要是以我生活周遭的一些人跟事情，像是有些事我会去现场，各种现场，可能寺庙或是公园去速写，然后把他们回来工作室之后整理成一些图稿，然后再用红铜线、铁线把它弯折出来。我现在主要是以做肖像画，像是展场最后面那一件，就是线条、表情跟组成构成都是比较偏向后面的，以比较写实的手法去做这样子。如果我要做等身的雕塑，或是像墙面的挂件的话，我要用更粗的线，可是可能因为我的线从工厂买回来之后，我都会用锤子去敲打它，让它有更多的表情。徐君宇的作品形态拢无同款，呈现的主题大部分为真情，伫线条的呈现之下，会当看到形状，也毋过又会当互烫过，显现出线条甲量体之间虚实的变化。伫灯光的照射之下，所有的作品立体又毋是实体，互人留有无限想象的趣味。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感谢收看9月22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